廣大嘅市民眼睛係雪亮嘅，我哋睇到乜嘢叫做粗鄙行為。我屌你老母！請為咗大家嘅安全，請台上面嘅支持者落台。我你老母！你老母就係林老師係一個正。請你哋自己向警方申請一個。請你哋自己向警方申請一個表達你哋言論嘅地方。請勿借用家長會台。警告一打我啊！屌你老母！有林老師係一個資深教育嘅人。